歡迎收睇智好生活知識，我係 VC。咁唔少人用過或者係用緊洗衣乾衣機，評價咧就好壞參半啦。而我喺4月咧智叻選購 tips 咧係講乾衣機嗰一集咧，就係提及過洗衣乾衣機嘅。而今集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實際嘅使用經驗。咁我現時用緊嘅咧已經係第3部嘅洗衣乾衣機。咁使用洗衣乾衣機嘅時候咧，有2個重量數字咧就要留意啦。左邊咧就係洗衣嘅最高重量，而右邊咧就係乾衣嘅最高重量啦。咁2個嘅數字咧都係以全乾嘅衣物計算。咁有一啲網上嘅評論就話啦，用洗衣乾衣機去乾衣咧，即使係新機咧，都只係乾到80%左右嘅啫。咁我咧就唔肯定咧係咪個別嘅牌子或者型號嘅問題啦。但係如果咧你係想一次過洗同乾咧，記住啦，洗嘅衣物嘅重量咧係唔可以超過乾衣嘅最高重量嘅。而另外咧就係要將衣物分類，避免損壞，亦都係可以提升乾衣嘅均勻度同埋效率嘅。咁網上咧亦都有人反映咧，用咗一段時間之後咧，洗衣乾衣機嘅乾衣效果咧就明顯下降啦。咁呢一個嘅問題咧，我都親身經歷過嘅。咁我第1同埋第2部機咧用咗大約1年半，就開始出現乾衣嘅效果咧就越嚟越差。咁後來咧就揾師傅嚟維修啦，就發現機裏面嘅風扇同埋通風口咧就積聚咗好多呢一類嘅毛塵。咁但係唔係1毫子咁細，而係300倍咁大。咁所以咧就係冇足夠嘅熱風咧要嚟烘乾嗰啲衣物，就算連續乾2次咧都冇用。由於師傅嚟得多，整得多，我對呢一個問題咧就好清楚啦。咁輪到第3部機啦，用咗大約2個月，有一晚咧就發現佢個預約時間功能咧就用唔到噃。咁我心諗，咦，唔通就係冇清洗滾筒嘅警示？咁結果咧我就用咗自動清洗滾筒嘅呢個功能之後咧，預約時間掣咧就恢復正常啦。仲有我手機咧就裝咗個 Apps 嘅，部機咧就係每開動30次咧就會作出清洗滾筒嘅提示。咁我咧就開始定期咧去清潔呢個滾筒啦。咁我呢一部機咧就有24個月嘅保養嘅。點知去到第23個月咧，個熒光幕咧就閃下閃下噃。咁我就即刻打電話咧叫人嚟維修啦。咁師傅咧就換咗個新熒幕，而我就借呢個機會咧，梗係叫佢幫手咧檢查埋嗰個風扇同埋通風口啦。咁結果打開咗個風扇蓋，一粒毛塵都揾唔到，乾淨到不得了喎。同之前嘅嗰2部機咧真係有好大嘅分別。所以咧就證明得到咧，經常係清洗嗰個嘅滾筒嘅話咧，對乾衣嘅效果係會產生最大嘅作用。嚟到今次嘅錄影之前咧，部機咧就已經用咗34個月啦。每次乾衫咧唔單止乾透喎，仲熱辣辣添。最後咧我就建議大家盡量係買大容量嘅洗衣乾衣機。你咧就可能會話啦，我廚房個櫥櫃咧深度有限喎，放唔落咁大部機喎。咁其實好簡單啫，只要咧你廚房咧係有足夠嘅走動空間，你咪俾嗰部機咧突出個台面少少咯。我自己都係咁做嘅啫，完全唔係問題。咁今集嘅分享純粹就係俾大家做參考，歡迎留言交流。喜歡呢條短片嘅朋友，請你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分享出去。順手咧就撳埋個啷啷，訂閱呢一條嘅頻道。我係 BC，咁我哋下集再見啦。